因仔伫花莲的丰滨乡有一间达摩拉共学园，这是一间讲阿美话的学校，伫遮拢用阿美话来教囡仔阿美族的文化，嘛教囡仔数学、自然等等。这是一阵家长创立的，因对2015年，敢若已经8年啊，已经对幼稚园发展到国中。也毋过因为学生囡仔愈来愈多，学校家己种的经费已经强要无法度负担，所以即马当地网络募款。马尔真古吉来，米达翁嘎布，嘎姆伊嘎阿亚歪，嘎姆阿瓦埃马阿拉。囡仔用阿美话来敬拜祖灵和大自然，这是达摩拉共学园的课程之一。这个学园是由一群阿美族家长2015年伫花莲丰滨乡的马格达的部落，家己总钱募款才成立的台湾头一间阿美话共学园。不过，即马因为资金无够，面临营运的危机。其实这8年来，上大的困难就是伫开发教材甲训练老师。拄好这是今年若无继续有资金，就是真困难安尼。学园这8年来，对幼稚园发展到国小部和国中部，带囡仔上山到海，用阿美话学阿美族的文化。除了主要学阿美话，嘛用阿美话来教数学、自然、艺术等等。煞嘛因为学生增加，单年超过300万的支出，已经用要经营袂落去。台语路协会徛伫无语传承的立场，甲因斗学演。因表示，台湾自本就是多元语言的环境，各种无语拢应该当收听。咱遮多语的环境是大家会使互相帮助、互相相听的，所以阮是希望讲，会当讲是遮个语言是会当共好、共存，本土语言咱应该爱联合起来，希望遮个语言会当做伙个臃肿起来。这8年来，学园开发侪独有的教学和教材，互囡仔伫生活中开喙讲阿美话。对侪无语家庭来讲，这是一间理念和实践拢正前卫的学校。家长拢真希望阿美族的文化和语言会当继续延续落去。学园目前是当地网络募资，希望借大众的力量来稳定学园的经营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